各样的防护装备，全不会成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右中括号，人人或多或少都有因果业力，所以在每一段的生死中都难以避免病痛的折磨，也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意外、不幸甚至死亡的威胁。种种的挫折、困顿也在所难免，不会因为你有求到了，或你也在修到了、办到了，就可以得到或免权，不会承受那些。一场瘟疫的大流行，让人人自为各样的防护装备。物品应有尽有，关门闭户，不相往来，亦大有人在。就怕被病毒感染，尤其对那些已被感染者，视同瘟神而避之唯恐不及。生命是宝贵的，保护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安全是必要的，然而因之活在恐惧中，不也是一种浪费生命、糟蹋生命的形态？劫是劫人不劫地，该来的总是会来，要承受的谁也跑不了。如果是因缘成熟了，业报现前了，该受报的不会因为各样防护措施做得很周到，并且足不出户就能够免除。所以，当一场灾难降临时，生活的重心不在于如何躲灾避难，而是要问问自己：一旦自己遭受到了意外、患难，甚至面临死亡威胁时，我们的心是否还能平静、祥和？在世若不能超生了死，过世之后焉能超生了死？求生未死的心，岂不也是一种生死心？千万般的求生，千万般的未死，又如何以是超生了死？吾以为，若能去除这求生未死的心，才能更接近超生了死的境界。若时时活在求生未死的状态，心岂能长保平静、祥和？万年的冰川，永冻土溶解、融化的速度和面积，超乎世人的想象。被埋在万年冰川、永冻土里的万年病毒，或将大量被释放于大气中。人类过得了这次的瘟疫，过得了下次或下下次病毒更为强烈的瘟疫吗？肉体是朽坏的，灵体是不朽坏的。人生最大的问题，不是生命的意义，而是死亡的意义。院长大人曰：死后的生命，正是现今人类必须面对与准备的功课，也是人类必须确立与超越的一刻。神迹显现于当我们遭遇患难之时，甚至生命受到威胁时，我们的内心仍能平静、祥和。而内心的以常保平静、祥和，是因为我们心无所憾；而我们的以心无所憾，是因为我们向来都做了我们该做的事，尽了我们该尽的本分，纵然是遭遇了患难，仍是如此。什么是修办道人原平日该做的事、该尽的本分呢？恳亲、家访、度人，彼此的关怀，相互的勉励，将上帝的大爱实现在人间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事、该尽的本分。当这些该做的事、该尽的本分，我们在平日里都做了、都尽了，又有何憾可言？而心无所憾，自然就能平静、祥和。当终极时刻来临时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知道自己会何去何从吗？我们知道自己的灵性最后的归宿会是哪里吗？我们要义的是可朽坏的肉体胜过不朽坏的灵体吗？还是应该在不朽坏的灵体上多用心呢？第1页共2页，财团法人新义义和圣堂109年度读经教育研习实施计划。目的为强化道场干部了解推广读经教育之使命责任，促进经典学习，深入生命之意义，协助道务开展，增进大众对经典学习之体悟。2. 主办单位财团法人新义义和圣堂。3. 活动时间109年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9点至中午12点。4. 报名截止时间108年10月18日止日，为便于庶务准备事宜，敬请配合。5. 研习地点财团法人新义义和圣堂，台南市关田区社子里19号路
参加对象：读经班家长、志工老师、读经班主任、到场干部到亲皆可。7、研习内容、方式、课程表如附件一、研习课程内容。1、亲子共读的重要。2、双向交流 Q&A， 可先填写提问卷。2、研习方式，采研习专题演讲、经验分享方式进行。8、注意事项。1、参加研习之学员，请准时至研习地点报到。2、活动当天如有事不能参加，请尽早告知主办单位。3、为节能减碳，请自备餐具及环保杯。9、预期效益。1、辅导到场干部、读经班主任及老师志工投入社区推广读经工作，以营造读经文化社会，同时开展道务推动的契机。2、提供到场干部及读经推广师资成长学习的机会与空间，增强推广服务的理念与使命，使其充分发挥无私奉献与热诚的心。10、本计划若有未尽事宜的事实修订之。联络人：读经教育推广小组吴亦如0926312355。信箱 mail shiny book n.com 心意义和读经推广专用。注：请多利用团体报名，电子档同步发布于 FB 专属群组。进会核室：总务组请会之厨房组、水电组、秘书长、前人。注：1、各项筹备工作由读经推广小组规划安排，并请服务单位协助。2、请中心协助外聘讲师车马费补助事宜。